喺世界好多地方，魚貝都只係一種普通到再普通不過嘅海鮮，一盒一盒咁賣，一斤一斤咁稱，平到好少人會停低諗一諗呢種貝類到底值幾多錢。但係偏偏有一種椅貝可以賣到1磅25到40美金，換算落嚟1公斤就要55到90美金。單單由一個國家出口出去，每年總額已經超過3億美金。佢可以登上東京、巴黎、紐約嘅米芝蓮餐廳餐牌，由主廚一粒一粒咁擺上碟，講究到好似翡翠一樣。更加離奇嘅係，全世界冇第二個地方可以真正養得出呢種魚貝。加拿大試過失敗，日本試過失敗，智利、歐洲都試過，結果全部失敗。佢就係綠唇魚貝 Green Shell Mussel， 學名 Perna Canalicculus， 全球獨一份，只生長喺新西蘭。但係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呢種魚貝嘅整個生命週期唔需要任何飼料，唔需要任何抗生素，亦都唔需要任何生長激素。佢由一粒幾毫米大嘅小貝苗長到可以端上餐台嘅成貝，要足足18到24個月。連佢嘅種苗來源都非常特殊，80%以上都嚟自新西蘭最北端一條叫做90厘海灘嘅偏遠沙灘，冇人可以複製，亦冇人敢隨便擴產。一片養殖場，只要海水溫度升高1-2度，就可能成片報廢。一場表面睇落好靚嘅赤潮，幾日之內就可以將成個季度嘅產出全部抹走。問題就嚟啦，一種長得咁慢，規模做唔大，地方搬唔走，環境一變就可能成批死亡嘅貝類，憑咩可以撐起一個每年3億美金、出口60幾個國家嘅產業？又憑咩令全世界嘅高端餐廳心甘情願用10倍嘅價錢去買？要理解綠唇罩貝點解可以賣到咁貴，我哋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佢到底憑咩只可以生長喺新西蘭？喺新西蘭南島最北端有一片極之特殊嘅海域，叫做馬爾堡峽灣。呢個地方係冰河時期流落嚟嘅產物，海岸線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形成幾百條狹長嘅內灣同水道，就好似一座巨大迷宮嵌喺群山之間。由航拍畫面望落去，墨綠色嘅森林一路延伸到海邊，海水呈現出一種近乎唔真實嘅藍綠色，清澈到可以直接見到水底嘅礁石。呢度冇重工業，冇大型港口，連船隻通行都極少。喺今日嘅世界，仲可以保留到呢種程度嘅海域已經唔多。而真正令呢片海變得獨一無二嘅，係佢嘅水流系統。嚟自南極洲嘅寒冷洋流，穿過塔斯曼海，源源不絕將深層海水入面嘅營養鹽推送到馬爾堡峽灣嘅淺水區。呢啲營養鹽喺陽光照射之下，會催生大量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正正就係魚貝唯一嘅食物。換句話講，呢片海本身就自帶一套不間斷嘅食物供應系統，唔需要飼料，唔需要肥料，海洋自己就會將食物送到佢哋面前。更加關鍵嘅係，綠唇魚貝係新西蘭嘅特有種，學名叫 Perna Canalicculus。佢嘅外殼會呈現一種獨特嘅翡翠綠色，再配上一圈鮮明嘅綠色唇邊，同其他國家嗰種灰沉沉嘅藍魚貝完全唔係同一個層次。呢種魚貝曾經有過好多次被移植到其他地方養殖嘅歷史，加拿大、日本、智利、歐洲都試過，結果全部都失敗。唔係根本活唔落去，就係養出嚟嘅成品，無論口感定品相，都完全冇辦法同原產地相比。直到今日，全世界市場上可以買到嘅綠唇魚貝，幾乎100%都係來自新西蘭。呢個就係佢嘅第一層壁壘。你想模仿，但係根本模仿唔到。講完呢片海，我哋再睇下人類係點樣喺呢片海入邊做生意。成個新西蘭嘅綠唇作貝產業實際運作方式同你想象中漁民出海捕撈完全唔同。佢係一套高度工程化嘅懸浮養殖系統，叫做現成養殖法。而呢套技術係由日本人嘅方法改良而嚟。具體係點樣操作呢？喺馬爾堡峽灣嘅水面上，每隔幾十公尺就會有一排浮筒，浮筒之間用一條巨大嘅尼龍主纜串連起嚟，成條主纜可以長達幾百公尺。由呢條主纜下面會垂落幾十條甚至上百條養殖繩，每條繩長6到10公尺，懸浮喺水面以下幾公尺深嘅位置。魚貝就附住喺呢啲繩上面，
一圈一圈咁生長，由頂部到尾部密密麻麻，睇落就好似一串巨大嘅海底珠簾。一條成熟嘅養殖繩上面可以掛住幾千隻椅背，成條繩嘅重量可以達到50到70公斤，重嘅甚至可以超過100公斤。呢套系統最聰明嘅地方就係依序背由頭到尾都唔會接觸海底，呢個代表佢哋完全避開咗泥沙、淤泥以及海底沉積物入邊嘅細菌同重金屬，只會接觸最乾淨嘅中層海水。而且因為擬貝係濾食性動物，佢哋靠泵入海水，從中吸收浮游植物。一隻成年擬貝每日可以過濾一整個浴缸咁多嘅海水，大約150到200公升。一片大型養殖場每日過濾走嘅水量可以話係一個天文數字。換句話講，呢啲擬貝一邊長大，一邊順手幫成片海域做淨化。佢哋唔係污染源，而係天然濾水器。成個新西蘭大約有600座呢類養殖場，主要集中喺馬爾堡峽灣同北島嘅科羅曼德半島，覆蓋嘅海域面積達到幾千公頃。新西蘭政府對呢套系統嘅監管嚴格到咩程度呢？每一片養殖場都要定期檢測水質、溶氧量、微生物含量、水流速度、生物毒素、重金屬，全部都必須維持喺合規範圍之內。一旦某一項指標出現異常，成片養殖場可以被勒令即時停工。養殖密度亦都有上限，唔可以為咗提高產量就不斷塞更多繩落去，因為依組貝太密就會互相搶食物，最後可能令成片海域嘅生態平衡崩潰。而且成個產業仲有一個非常特殊嘅死穴，就係種苗。綠唇魚貝嘅種苗，專業術語叫貝苗 spat， 即係啱啱孵化出嚟附住喺海藻上面漂流嘅幼貝。成個新西蘭產業80%以上嘅貝苗都嚟自一個非常具體嘅地方，就係位於北島最北端嘅90里海灘 90 Mile Beach。每年都會有大量帶住貝苗嘅海藻被洋流沖上呢片沙灘，工作人員會將呢啲海藻執起，再用空運或者冷鏈方式運到馬爾堡嘅養殖場。呢件事聽落非常唔科學，一個年產值3億美金嘅產業，居然要依賴一片沙灘，依賴洋流嘅方向，依賴海藻每年會唔會被沖上岸。但係事實就係咁，科學家嘗試咗幾十年人工孵化技術，直到今日仍然冇辦法完全取代野生貝苗，因為人工繁殖嘅成本遠遠高過直接去沙灘上面採集。所以有啲年份貝苗數量少，成個產業就只能跟住減產，冇其他辦法。呢個就係佢嘅第二層壁壘。就算你將成套養殖場設備搬走，你都未必搞得到種苗。等到魚貝喺養殖繩上面生長到12到18個月，單指貝殼長度達到90到100毫米嘅時候，就到咗採收季節。馬爾堡峽灣嘅清晨，水面上飄住一層薄霧，冷風由南極洋流嘅方向吹過嚟，體感溫度可以低到接近0度。養殖工人駕駛工作船靠近其中一條養殖主纜，然後啟動甲板上嘅液壓罩盤，將成條養殖繩一段一段由水入邊拉上嚟。呢個過程一啲都唔簡單，一條繩上面掛住幾千隻成熟伊貝，加上海藻、藤壺同其他輔助生物，成條繩輕則50公斤，重則超過100公斤。絞盤嘅拉力必須控制得非常準確，太猛會撞碎貝殼，太慢就一整日都做唔完。繩被拉上船之後，機器會先做一次粗略剝離，將鴨寮貝由繩上面震落嚟，再送上甲板嘅輸送帶。但接落嚟呢一步仍然大量依靠人手，工人企喺輸送帶兩邊，戴住橡膠手套，一隻一隻咁篩選海藻、死貝、附住嘅藤壺、被海星啃過嘅破殼、體型唔合格嘅細貝，全部都要逐一揀出嚟，再掉翻落海。呢份工作聽落簡單，但你諗下，一艘船一日嘅收成可以達到幾十噸，而每一隻伊鷺貝都要經過人手檢查，呢個工作量其實非常驚人。點解唔全部交俾機器？因為機器分辨唔到一隻活椅貝同一隻啱啱死咗嘅椅貝，外觀差異極細，但味道同品質可以差天共地。機器只能睇大小、睇重量，但有經驗嘅工人可以由開殼嘅程度、外殼嘅色澤，甚至兩隻爺貝互相碰撞時發出嘅清脆聲音，判斷呢隻爺貝係咪仍然活住，肉質夠唔夠飽滿，有冇受傷。呢啲細節累積起嚟，
就係最後可唔可以送上米芝蓮餐廳餐牌嘅關鍵。篩選合格嘅伊貝會即刻被送入船上嘅冷藏倉，溫度迅速降到接近0度，但未至於結冰嘅狀態，大約維持喺0到2度之間。呢個溫度唔會凍死伊貝，反而會令佢哋進入一種半冬眠狀態，代謝率降到極低，幾乎唔喐，但仍然活住。咁樣既可以最大限度保持新鮮，又可以阻止細菌滋生。重點係完全唔需要使用任何化學防腐劑。工作船一靠岸，伊貝就會即刻轉入加工廠。成個過程由海入邊撈上嚟到進入加工廠，時間會控制喺幾個鐘之內。新西蘭嘅綠唇伊貝加工廠用嘅係全球海鮮業入邊其中一套最先進嘅工藝，叫做 IQF Individual Quick Freezing， 即係單粒急速冷凍。呢套工藝嘅邏輯係咁樣嘅。伊貝進入加工廠之後，會先經過清洗，然後按照產品類型進入唔同嘅工序。做整殼產品嘅會直接送入急凍，做半殼產品嘅就要先用機器撬開其中一邊貝殼，將貝肉保留喺另一半殼入邊。做去殼貝肉嘅就要進入剝殼機同分選機。不論行邊一條生產線，最後都會進入同一個環節，就係 IQF 急凍隧道。IQF 呢項技術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單粒。一般冷凍方式係將一大堆伊貝放埋一齊冷凍，結果冷凍完成之後，成塊都會黏埋一齊。到解凍嘅時候，水分流失會好嚴重，肉質亦會變得粉粉糊糊。而 IQF 就係令每一粒伊貝喺輸送帶上一粒一粒咁穿過攝氏-35度嘅急凍隧道，幾分鐘之內，成粒貝就會被瞬間鎖住。冷凍完成之後，每一粒都係獨立分開，可以單獨攞出嚟用，唔需要解凍成袋。更加重要嘅係，因為冷凍速度夠快，貝肉內部嘅水分根本未有時間形成大粒冰晶，細胞結構基本上唔會被破壞，所以解凍之後，肉質、汁水同鮮味幾乎同啱啱由海入邊撈上嚟冇乜分別。新西蘭嘅加工廠會將綠唇魚貝製作成各式各樣嘅產品形態，整殼活貝、半殼魚貝、去殼貝肉、煙燻魚貝、即食魚貝罐頭、魚貝粉取物，用於保健食品同埋寵物食品。每一種產品都對應住唔同市場。亞洲市場比較偏愛半殼產品，因為方便擺盤；歐美市場就比較偏愛去殼貝肉，因為方便烹調。高端保健食品市場就會消化大量伊貝粉，因為綠唇伊貝入邊含有一種叫 Omega 3脂肪酸嘅成分，被認為對緩解關節炎有一定效果。整個過程冇任何防腐劑，冇任何添加物。包裝袋入邊除咗伊貝之外，唯一存在嘅就係佢本身自帶嘅海水鹹味。呢個就係新西蘭整個綠唇伊貝產業最引以為傲嘅賣點：純正、乾淨，可以追溯，每一批貨都有完整產地、養殖場編號、收成日期、加工生產線記錄，可以由超市冷凍櫃一路追溯翻到具體邊一片養殖場，甚至邊一條養殖繩。好，講到呢度，我哋就可以開始講錢。新西蘭嘅綠唇魚貝係呢個國家最有價值嘅水產養殖物種。2019年嘅出口額折合美金大約係2億美金，每年向全球60幾個國家供貨。最大嘅3個市場係美國、中國同泰國。成條產業鏈直接同間接養活嘅人超過3000人。對馬爾堡同科羅曼德呢兩個地區嚟講，佢係絕對嘅經濟命脈。但更加有意思嘅係佢嘅價格分層。喺新西蘭本地碼頭，一桶整殼伊貝嘅批發價大約係30到50美金。運到東京之後，價錢可以翻倍。再進入米芝蓮餐廳嘅餐牌，單粒售價可以再翻5到10倍。一粒喺碼頭只值幾美仙嘅伊貝啦，去到餐廳老闆手上可以賣到幾美金一粒。呢種價格階梯背後撐起嚟嘅唔單止係物流成本，而係品牌、稀缺性以及翡翠綠呢個獨有嘅視覺符號。點解米芝蓮主廚願意花呢筆錢？因為佢哋要嘅唔止係味道，佢哋要嘅係故事。一粒擺喺白瓷碟上嘅綠唇做貝，可以令主廚向客人講出一整套關於南太平洋、關於冰河峽灣、關於永續漁業嘅敘事。喺高端餐飲入邊，食材嘅血統同產地本身就係定價嘅一部分。
一粒法國布列塔尼嘅生蠔，一片北海道嘅吞拿魚，一粒新西蘭馬爾堡嘅綠唇魚貝，佢哋喺餐牌上嘅位置同佢哋嘅味道差唔多同樣重要。成條產業鏈嘅運作邏輯係咁樣嘅，由養殖場出嚟嘅伊貝進入加工廠之後，會按照品質同產品形態分流。最高級嘅整殼活貝會行航空冷鏈，48小時之內出現喺東京、首爾、上海嘅高級日式料理店。終端嘅半殼產品就行海運冷鏈，大約2個星期左右抵達歐美超市嘅冷凍櫃。剩低嘅剝肉、伊貝粉、罐頭產品就會行更長路線嘅常規出口。每一批貨由離開養殖場到最後端上餐台，都被一套封閉冷鏈系統包住，溫度全程都唔可以斷鏈。換句話講，新西蘭賣嘅唔只係伊佐貝，而係一整套由潔淨海水到米芝蓮餐桌嘅可追溯系統。但呢個睇落近乎完美嘅故事，最近呢幾年正被一啲問題悄悄改寫。第一個問題係氣候變遷，海水溫度只要上升1到2度，綠唇魚貝嘅生長速度就會明顯放慢。馬爾堡峽灣呢種半封閉海域對水溫變化又格外敏感。夏季高溫事件已經喺過去幾年入邊好幾次令養殖場出現夏季死亡現象，成片城上嘅魚貝大批量無緣無故咁死去，損失動輒幾百萬美金。科學家直到今日都仲喺研究確切機制，但普遍認為呢件事同海水溫度上升、藻類群落變化、魚貝免疫力下降呢3個因素都有關。第二個問題係藻華，睇落好靚嘅赤潮同綠潮，對魚貝養殖嚟講其實係一場災難。某啲藻類會產生生物毒素，被魚貝過濾入體內之後，就會令魚貝肉變得唔可以食用。呢種毒素就算只係微量，對人體都係危險嘅。一旦檢測到藻華，整片養殖場就必須即時關閉，所有產品下架，損失只能夠由業界自己承擔。2017年同2022年都發生過類似事件，整片海域嘅捕撈被全面禁止，時間長達好幾個星期。第三個問題係種苗，前面提過80%嘅貝苗都依賴90里海灘，但呢幾年漂上呢片沙灘嘅貝苗數量變得越嚟越唔穩定，有啲年份多到用唔晒，有啲年份少到成個業界都要一齊減產。受到聖嬰現象影響，洋流走向正喺度改變，海藻嘅漂流路徑亦都跟住改變。如果有一年90里海灘突然失靈，成個產業可能即刻陷入癱瘓。第四個問題更加隱蔽，海水入邊嘅微生物群落正以一種無法預測嘅方式變化。新西蘭 NIWA 即係國家水資源與大氣研究院研究人員已經多次提出警告，呢種生態層面嘅變化可能喺幾年之內重塑成個馬爾堡峽灣嘅生態系統，而呢套系統正正就係綠唇魚貝賴以生存嘅全部基礎。為咗應對呢啲挑戰，新西蘭呢幾年開始大規模引入新技術，包括衛星水質監測、AI 驅動嘅生長預測模型、人工孵化技術攻關、抗高溫品種選育。成個產業正由一個靠天食飯嘅傳統漁業轉型成一個科技加生態嘅現代化產業。但呢場轉型到底趕唔趕得上氣候變遷嘅速度，冇人可以講得準。呢個就係新西蘭綠唇魚貝呢個故事嘅兩面，一面係一個3億美金嘅全球產業，係米芝蓮餐廳入邊翡翠綠色嘅高級食材，係由馬爾堡峽灣通往東京、巴黎、紐約嘅完整冷鏈供應鏈，係新西蘭最有價值嘅水產養殖物種，而係一種被全世界60幾個國家追逐嘅稀缺品。另一面係一片極之脆弱嘅海域，一種只可以生長喺新西蘭嘅物種，一個只能夠喺唯一一處沙灘上執到種苗嘅產業根基。海水溫度上升1、2度，可能就會令成片養殖場報廢。一場睇落漂亮嘅藻華，幾日之內就可以抹走整個季節嘅產出。一次洋流變化，可能令成一年嘅種苗供應陷入癱瘓。呢種產品貴，唔只係因為佢好食，佢貴在等唔起，要18到24個月先可以由一粒幾毫米嘅貝苗長成一粒可以上餐台嘅成貝。佢貴在搬唔走，加拿大、日本、歐洲都試過移植，
結果全部失敗。佢貴在容錯率極低，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成套系統都可能崩潰。所謂高端食材，本質上就係用整套生態系統嘅穩定性換翻嚟嘅稀缺性。我哋成日講一分錢一分貨，但有時候你買嘅嗰一分貨背後撐住佢嘅唔係工廠，唔係機器，而係一片剛好處喺地球某個特殊位置嘅海。呢種海冇辦法複製，冇辦法擴產，亦都可能隨時喺氣候變遷入邊消失。新西蘭綠唇蕖貝嘅每一粒都係呢片海交出嚟嘅答案。佢提醒我哋一個幾反直覺嘅事實，喺一個工業化產能可以無限堆疊嘅時代，最貴嘅東西往往偏偏就係嗰啲冇辦法靠產能去解決嘅東西。